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嚟到英國呢一場人生旅途，我哋每日為生活、為家庭喺度揾緊一個落腳點。但除咗生活，培養模型興趣，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心靈落腳點。不過，如果你咩都唔識，到底可以點樣開始呢？所以我決定加開一個新影片系列，盡量用最在地、最簡單嘅方式，帶大家喺英國由零出發去探索模型嘅樂趣。今日我哋嘅第一站，唔需要買咩架撐住，只需要9磅就可以買到一個下午嘅平靜。即刻開始我哋嘅模型之旅 ，UK 模型世界之旅，由零出發。第一站 Entry Grade 模型。講到旅程嘅起點，必定要介紹 Bandai 嘅 Entry Grade EG 模型系列。點解我會推介呢個系列做新手第一步？佢有幾個優點。一、用手搣嘅設計，呢個系列係用咗 TouchGate 技術，零件同框架嘅連接位極細，唔需要買任何剪鉗，用手輕輕一搣就攞到零件落嚟。二、可以唔使上色，佢零件分析做得好靚，唔需要噴油或者手油上色，完全唔使擔心會影響家人，喺屋企嘅客廳、餐台砌都得，最啱英國呢一種封閉式嘅暖氣室內。三、價錢實惠易買到，除咗模型店，喺 Hobbycraft 都可以揾到。EG 模型系列除咗高達之外，仲有好幾個出名嘅 IP 都有出過 EG 模型，包括鹹蛋超人、蒙面超人、火影忍者、龍珠、哆啦 A 夢、柯南、星之卡比同埋食鬼等等。今日我就將我早前買到嘅呢一盒 EG 嘅太陽高達La Gundam砌俾大家睇下，一齊感受下嗰種零件結合嘅療癒感。大家聽下呢啲啪啪聲，呢個就係模型友最享受嘅心流時刻啦。完成咗啦，大家睇下，由我開盒到砌好，只係用咗個零鐘頭，簡簡單單咁砌，就有呢個效果。冇噴油，冇用工具，呢一隻太陽高達企喺度，嗰種質感同比例，真係唔似一盒使咗10磅嘅產品呢。呢盒模型再俾到我嘅驚喜係，佢多咗出嚟嘅廢件，原來係可以將隻模型改為砌翻隻元祖高達出嚟噶，只係冇咗個盾啫。一盒模型2個造型，真係抵玩。原來揾翻一份平靜，唔一定要大陣仗，亦都唔一定要好高技術。如果你喺英國都覺得生活好悶，或者想同仔女一齊玩下嘢，呢盒 EG 高達絕對係最好嘅起點。如果你已經試過搣咗第一盒，覺得唔夠厚，或者想再整得靚啲，心思思想再進階啲嘅話，下集我會帶大家去模型世界之旅嘅第2站，喺英國點樣買齊最基本嘅開工工具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。同我一齊繼續呢個模型世界之旅，我係 Wingo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